做到嗰個人物係點樣都得嘅咧，即係差唔多嘅，有少少咁嘅傾向。咁樣對於係即係嗰部電影做完之後，我有冇對佢哋嘅印象係有改變咧？有少少啦，即係冇改變，但係我自己嘅立場係唔同咗。即係你自己嘅立場係做完呢部戲之後，就算係對於我哥哥都係，即係佢嘅我哥哥嘅疑問啊等等，即係所有對呢啲嘢係我接受多一啲，即係包容多一啲，即係亦都係一種對自己嘅寬容一啲，即係話唔好去諗啦，即係佢哋點樣做佢哋嘅事啦，係啦，即係我哋而家係諗將來，即係現在同將來啦啊。Mary，我係 Janet，我同你有好多地方相同。我11歲父母移民離開咗，去咗加拿大。我喺溫哥華長大，然後跟住我去咗滿地可住咗25年。我亦都去巴黎住過1年，所以我覺得你呢個故仔帶嚟好多地方嗰啲畫面咧，我有親屬感。我好欣賞你嗰啲音樂，你係我頭先後邊嗰啲。